第八章，羔羊掀开第七印的时阵，天顶静静约有2刻。我看见迄个徛伫上帝面前的7位天使，有7支号赐互因。另外有1位天使摕金香炉来徛伫祭坛的边仔，有真侪香赐互伊。要甲正圣徒的祈祷，3角献伫宝座前的金坛顶，迄个香的烟甲正圣徒的祈祷，对天使的手中3角升到上帝的面前。天使摕着香炉，堆满坛顶的火，倒伫地上，随时有雷吼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动。摕着7支号的7位天使，就有备要焚。第1位天使焚号，就有炮甲火掺着火ฮ็伫地上，地的1/3甲树的1/3受烧，一切的青草也拢受烧。第2位天使焚号，就有仿佛火烧倒的大山ฮ็伫海中，海的1/3变成做火，海中的活物死1/3，船只也歹1/3。第3位天使焚号，就有烧倒的大星，亲像火把对天顶落来，落伫江河的1/3，甲净水泉源的顶面。这个星名叫阴沉，净水的1/3变做阴沉，因为水苦，就死了真侪人。第4位天使焚号，日头的1/3，月亮的1/3，星辰的1/3，拢受击拍，直到日月星的1/3黑暗。日时的1/3无光，暝时也是安尼。我阁看见一个鹰飞伫空中，阁听见伊大声讲：3位天使要焚其余的号，恁踮伫地上的百姓，好在，好在，好在。